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河美，有三兄弟啊，拢无娶某，相依为命。三兄弟啊，分别是62岁、60岁甲53岁，生活困苦，腰甲3臂8寸皮包骨。啊，这大兄因为营养不良送病院，救无倒来往生，引发着外界的关心。出名的导演陈文彬伫个面册来铺文章，讲这河美是中华县第3大城市。但是这种需要救援的消息，煞拢无互传出来，敢讲社会防护网有破空。啊，这县政府甲里长赶紧出面来赔回，讲平常时啊，拢有关心这三兄弟啊，讲这三兄弟啊，拢袂爱麻烦别人，是一直到即届，因为兄弟啊冤家吞药啊送病院，大家才看到这三兄弟的状况。中华河美镇三兄弟的厝内，社工甲慈善团体继续替日病环境佮送物资来。虽然讲生活正要改善，不过这个上大汉的长因为营养不良送去病院急救嘛无效，引起社会大众的着检。出名导演陈文彬认为讲社会安全网破去啊，重点是怎无人知影这件代志。乡镇公所在这个部分的资讯的断裂，也让不管是公部门或者是民间慈善团体的这个资源也进不去。陈文彬讲，日本电影无人知影的热人透早，讲的是四兄弟姊妹被绑杀，大家拢无伫关心的都市悲惨故事。这甲送啊皮包骨的三兄弟的情形同款。河美镇虽然是中华第3大都市，不过救助信号无传出去，搁较侪资源嘛无路用。保养时间嘛，拢有来就对啦吼。恁三个保养时间是拢安会安行。行来行去安尼。李刘表示讲，因有伫关心这三兄弟啊，是讲这三兄弟啊平时感觉日子会伫过得好，无希望去麻烦别人。我一个啊，我一个，甲过一礼拜啊，当下再做炒，啊开始我讲啊无开始啊，你若要继续安拿落，我先倒互你看。因为兄弟的厝是祖产，无符合低收入户的资格，规家伙仔拢是靠老二做线工，甲老三的身上津贴伫过日子。老二的就爱搁照顾身体无好的老大甲老三，三兄弟啊真接伫冤家，即摆甚至吞药啊引起关心。希望说有什么任何的需求都可以跟我们1957这边有专业的社工可以为你来做相关的服务。疫情期间，人甲人较无伫往来，三兄弟的故事显示社会安全网需要搁改进，要怎结合民间甲公部门的资源，加强这个消息的通报，避免类似事件搁发生，这是相关的单位爱检讨的问题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